就要嚟揭曉咧 One FM 勁爆30排行榜第305期嘅最後嘅3強啦。One FM 勁爆30排行榜係由 TMP TV 為你呈現嘅。你好，我係瑩瑩。Hello， 你好，我係 Nicholas 翁舒偉啊。嗱，可以透露少少嘅，我哋今個星期嘅3甲作品咧，都係女歌手。冇錯，女仔贏咗咯，贏咗啦。咁咧佢哋咧基本上都係可以話係出道咗一段時間噶啦。咁大家咧都喺自己嘅呢一個位置啦，係揾到一個好好嘅定位嘅。係都係屬於天后嘅歌手嚟㗎啦。3個都算係天后噶啦，不過係唔同層次嘅天后啦。究竟邊一個天后喺今日喺One FM 勁爆30排行榜當中跑出咧？一齊嚟聽聽啦噃 ！One FM 最 hit。相信此刻安静是因为心跳还有共鸣，还没真的失去，我太懒惰玩不赢心理游戏，我大可继续对你好，不介意蜻蜓点水般的打扰，虽然你明明停靠那么久。对你好，想直接相信此刻心痛是因为回忆还有共鸣，不会真的失去，我太笨拙玩不起心理游戏，多想要继续对你好，不介意蜻蜓点水般的打扰，只怕我对你的好才是打扰。知道我对你的好，你不
晒全新嘅三甲歌曲，你聽緊係第305期 1FM 勁爆30排行榜，係由 TM Hit TV 為你呈現。觀賞世界頂級足球賽，即刻簽球 Unify 或者 Streamix， 詳情瀏覽 tm.com.my/hittv。俾你講啊，俾你講啊。講咩啫？俾你講三甲歌曲有咩啦？講啦，講。梗係有呢個第3位嘅蔡依林嘅《第三人稱》啦，咁第2位咧就有楊千嬅好不容易遇見愛，好不容易遇見愛，同埋冠軍歌係楊丞琳嘅《點水》啦。咁講翻《第三人稱》啦，即係蔡依林呢首歌咧，佢咪揾咗劉嘉玲嚟分歌，由楊丞琳嘅呢個《點水》啊啦啦幫佢寫嘅呢首歌啦。咁咧演呢個 MV 嘅時候咧，佢其實係雖然講嘅係感情事，但係因為有一段戲咧係要喊到鬼咁樣嘅。咁佢點樣？你知唔知佢諗起咩片段？咩啊？佢諗到佢阿媽，因為阿媽好錫佢，喺佢工作好辛苦嘅時候咧安慰緊佢啊，所以咧就令佢淚崩，將呢個MV 咧演繹得非常之好啦。如果你未睇嘅話咧，即刻去到 YouTube 度咧點嚟睇啦。好啦，再次多謝你守住喺第305期 1FM 勁爆30排行榜，記得啦喎。咁如果話想投票同埋投票我哋嘅年度總選嘅話咧，記得一定要上到 1FM.com.my 投票啦。1FM 最 hit。